主后2024年1月1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正确的历史传述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出埃及记15章220到16章36节。摩西带以色列人对红海向前行，到苏尼的旷野，因伫旷野行3日，找无水。到玛拉的时，玛拉的水会苦，袂啉得。因甲迄个所在叫做玛拉。人民埋怨摩西讲：“我要啉啥？”摩西就求叫上主，上主指示伊一丛树仔，伊将迄丛树仔ฮ็伫水里，水就变干。上主伫遐为着因定规例甲命令，伫遐甲因考验。上主讲：“你若注意听我上主恁的上帝话，看我做正直的事，真正听趁我的诫命，遵守我所有的规例，我就袂互埃及人得到的病伫恁的身上发生，因为我是伊伫恁的上主。”因到以林，伫遐有12个水泉，70丛的樟树，因就伫遐的水边扎营。以色列人全体会众对以林出发，因离开埃及了后第2月的15日，来到以林甲西奈中间的神的旷野。因伫遐埋怨摩西、亚伦。以色列人甲因讲：“阮宁可伫埃及地死伫上主的手头。迄时，阮有规鼎的肉，有饼通食到饱。恁甲阮带来到即个旷野，是要互阮所有的会众拢饿死是无？”上主对摩西讲：“我要对天落美娘互恁，恁逐个人逐日着出去捡迄一日的份。我要安尼试验因，看因有要遵行我的命令抑无。到第6日，因着准备2日的食物，捡平常的丁被。”摩西、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讲：“今暝恁就会知，带恁出埃及地的是上主。明仔早起，恁会看见上主的荣耀，因为上主有听到恁对伊的怨言。阮算甚物？恁竟然埋怨阮！”摩西阁讲：“上主会互恁暗时有肉通食，早起时有美娘通食到饱，因为恁对上主的怨言，伊拢有听到。阮算啥？恁毋是埋怨阮，是咧埋怨上主。”摩西甲亚伦讲：“你着叫以色列人全体会众来到上主的面前，因为伊已经听到恁的怨言。”亚伦拄咧对以色列全体会众讲话的时，因看见旷野有上主的荣光伫云中显现。上主对摩西讲：“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，你着甲因讲：到黄昏，恁要有肉通食，早时有美娘通食到饱，安尼恁就知我是上主恁的上帝。”暗头仔有烟阵飞来，盖满规个营地。透早营地四围有一顶露水，露水打去，因看到旷野的地面有细细圆圆的物，幼幼亲像霜。以色列人看到，毋知是甚物，互相讲来讲去，这是甚物？摩西甲因讲：“这就是上主互恁食的美娘。”上主安尼吩咐，
恁着捡逐个人会当食的分量，一个人2公升，照家内的人数去捡。以色列人照安尼去做，有诶捡济，有诶捡少。到用去牛的时，捡济无剩，捡少的嘛无欠。逐个人拢照因食的分量去捡。摩西甲因讲，毋通将剩的留到过早起。毋过有人毋听摩西话，将剩的留到过早起，就生虫臭气。摩西就对因发生气。因逐早起照逐个人食的分量去捡，日头一日出，遐粮食就扬去。到第6日，因捡顶白的份，逐个人4公升。全会众的领袖将这项事甲摩西报告。摩西甲因讲，上主安尼讲：明仔载是安息的日子。是上主圣的安息日，恁爱烘的，今仔日就先烘起来；爱煮的就今仔日煮起来。剩的着收地，留甲明早起。因就照摩西的吩咐，甲剩的食物留到过早起。食的食物无臭气，嘛无生虫。摩西阁讲：恁今仔日就食这个，因为今仔日是上主的安息日。今仔日恁伫野地找无美牛。6日恁通去捡。第7日是安息日，即日恁无食物通捡。第7日有人出去捡，拢找无。上主对摩西讲：恁毋肯遵守我的命令甲教示，要到第时。总是以色列人伫海中行大地，水伫因的双边成做墙壁。人民就伫第7日安息。以色列人将即个物叫做玛纳，伊亲像盐水的籽，色质是白的，滋味亲像参蜜的薄饼。摩西讲：上主安尼吩咐，着跟2公升甜甜的玛纳，留互恁的后代，互因看我带恁出埃及的时，伫旷野互恁食的美牛。摩西甲阿伦讲：你摕一个甕仔，跟2公升甜甜的玛纳，放伫上主的面前，留互咱的后代。阿伦照上主吩咐摩西的话，将玛纳留地做见证。以色列人食玛纳拢总40年久，一直到因来伫有人住的所在，因食玛纳，直到因来到迦南地的边界。当时量物件标准的单位是20公升。正确的历史传述，咱看见以色列人经历10灾和过红海的侵略了后，接落来就是一连串的破案。摩西甲阿伦好像带着豪华观光团出门，一旦有啥物交代不周的所在，就面对一连串的客诉甲负评。以色列人完全无感觉到，因只不过是一阵逃亡的难民拿定。今仔日，无论是想要逃离极权统治的北韩人，还是想逃离战祸的乌克兰人和叙利亚人，咱拢通看到遐难民的艰难、辛苦，不少人甚至伫半路就不知倒地。只有这阵有上帝做靠山的以色列难民，气焰却安尼嚣张。若假使讲摩西和阿伦这2位领导者确实有疏失，也是以色列人提出的是建设性的建议，
检采也有通接受。偏偏因的破案拢是是非颠倒，明明伫埃及是奴隶的身份，毋但三顿食袂温饱，性命还受威胁。但因却讲踮伫埃及的时，通围伫肉鼎食甲饱饱。敢讲因是枵甲记忆错乱，掠做家己踮埃及的时是主人，毋是奴隶。类似的记忆错乱，伫台湾也通看到。明明是进步中的城市，却硬拗讲这是夜老夜散。为着下架民进党，不惜美化过去国民党执政的美好，亲像是经济起飞，也是甲中共关系良好有共识，却袂记得战后对破败中复原，就亲像月薪按1块进步到1000块，成长是1000倍；月薪对1000块提悬到2-3万块，成长只是20-30倍。为了经济利益倾向中国，自然受欢迎。总是咱千万毋通袂记得国共和谈几若遍，结果是甚物？就是国民党败逃来台湾，蒋经国也因为安尼提出3不的政策：不接触、不谈判、不妥协。英国作家乔治·奥威尔伫1984年这本册有一句话讲：想控制过去，就控制未来；想控制现在，就控制过去。第二句话的意思通理解做：成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换一句话讲，成功的人通掌握历史诠释权，甚至会当甲家己的叛变讲做是顺应天意。对第一句话，真少有人意识到严重性，不知不觉历史就互错弄。譬如讲，不断宣传中国数百年互列强屈辱，哪会富国强兵洗刷体弱，就变成做非常的重要，甚至通牺牲小我的权益，一切以大局为重。这是一个自媒体的年代，每一个人拢会当甲自制影片上传网络，就成做一个独立的媒体。甚至还会当透过公关公司买赞，也是粉丝，互家己伫一夜之间成做百万网红，拥有高声量，进而影响舆论。因为安尼，咱搁较需要有媒体识图的能力，会晓安怎抄找查证信息，毋是互即类错误的信息和错误的历史诠释影响，直到失去咱对未来的判断。默想，我是透过倒一寡媒体来认捌世界，甲我原本的认知有啥物相像还是差别的？我是透过倒一寡媒体来认捌世界，甲我原本的认知有啥物相像还是差别的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上帝，求你帮助我，常常记得你的恩惠，袂因为挫折就抱怨，甚至错误诠释扭曲你的旨意，以免行上错误的道路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